大家好，我係蔡師傅。咁前排咧，大家都見到我冇乜更新呢個影片啦。咁究竟去咗搞啲咩咧？就係參加咗呢個維港泳。我自己咧就比較中意游水多過跑步嘅，其實就咁，但係咧就一路以嚟咧都未參加過游水嘅運動項目啊。咁所以咧就特登去挑戰下自己，參加咗維港泳第一輪嘅水試啦。咁就係要求你1.5公里內咧，咁要有45分鐘內咧游完嘅。比較慶幸嘅咧就啱啱好達標啦，就係40分鐘零咧，咁就游完咗。而家咧就要等通知啦，咁睇下入唔入選到呢個維港泳嘅一個參賽選手啦。我年尾嘅時間咧都仲有報其他運動類型嘅，就好似建造業嘅健青跑同埋建造業開心跑咧，我都有報名嘅。咁所以呢段時間都係練緊體能，不過我都會盡量抽時間咧拍片同大家分享翻一啲建造業嘅資訊啦。因為維港泳水試個場館入邊咧有張貼係唔俾拍攝，所以同大家分享唔到一個場館內嘅情況嘅。咁都可以同大家口述一下啦。比賽嘅細則係要你游1.5公里啦，但係實際現場咧係游唔止1.5公里嘅，因為個游泳池咧係52米嘅，咁即係同埋佢係要求你游30個嘅，咁實際咧其實你係多咗60米嘅，咁即係若果你體能可以嘅話，當然係冇問題啦。咁但係若果對一啲僅達標嚟講嘅咧，就需要努力多少少咧先有機會達到標嘅。而且唔知係咪今年維港泳特別多人啦，去到場館咧，然之後唔係即刻係可以水試嘅，你要等1個半鐘去排隊咧，先有機會到你嘅。咁而且佢游泳池一條賽道入邊咧，差唔多係6至10個人嘅，咁係非常之逼嘅，咁要付出好大嘅體能，你先可以超到前面嗰個嘅。咁啊有個比較好嘅情況咧，就係大家去做呢個水試嘅時候咧，其實都係有一定嘅基礎嘅，所以大家嘅均速都唔係爭得太遠嘅。而且現場咧仲有一個評審咧係計時嘅，咁我都有問過計時嗰個人咧，咁通過嘅高唔高咧？咁佢都話啦，佢目前為止咧就係100% 嘅人咧都係達到呢個水試嘅標準嘅，咁即係睇嚟大家嘅水平都係好高嘅。咁啊都希望咧之後咧我仲可以參加到喺維港嗰度游水啦，咁到時再拍片同大家分享。今集介紹咁多啦，拜拜。